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呢就係如一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，位於何文田站上蓋嘅如一已經入伙啦。今次呢為大家介紹兩個嘅現樓單位。第一間為大家介紹嘅呢就係1A 座嘅18樓私室，實用面積591尺。呢一個係裝修咗嘅示範單位，睇緊嘅呢就係飯客廳。單位方向就係向南，可以遠望維多利亞海港嘅遠景。單位屬於兩房間隔，首先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擺咗張雙人床，另外呢亦都係預留咗衣櫃位同埋梳妝台。客房就係擺咗張單人床同埋一個衣櫃。浴室有窗，採用浴缸嘅設計。廚房係配備咗名牌嘅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。廚房裏邊仲有一個工人房同埋佢專用嘅洗手間。第二間帶大家睇嘅呢，就係1A 座嘅18樓 D 室。呢一個單位實用面積996尺。入門口嘅玄關位呢，已經係可以做到一大排嘅鞋櫃啦。之後就到咗單位嘅飯客廳，面積呢都相當闊落嘅。飯廳嘅工作平台同埋客廳嘅露台，兩邊窗開晒就做到通風對流嘅效果。呢個單位嘅景觀係可以享受到煙花海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呢就係望下主人房，主人房景觀同樣可以望到煙花海景。主人房面積相當實用，有足夠嘅位置可以俾你擺放入牆衣櫃。主人房浴室係有窗嘅，沖涼嘅位置呢，浴缸同企缸係分開嘅。另外兩間客房嘅面積，大家都係差唔多。下次呢就係採用企缸嘅設計。廚房面積相當實用，做咗好多嘅櫥櫃，配備咗各類型嘅廚房電器同埋煮食爐具。廚房裏邊呢仲有工人房嘅，工人呢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次呢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喺如一仲有其他間隔同埋座數嘅單位，陸陸續續就會開放噶啦，到時就會再介紹俾大家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